在诗篇95篇第1节说：“来呀，我要向耶和华歌唱，向拯救我的磐石欢呼。哈利路亚！不论你在哪个角落，不论你在哪里，我们一起拍手来，用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眼，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你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全心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眼，全心颂赞，献上为祭，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在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殿中，一日胜过在世上千日。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捧你，欢呼声永不息。哈利路亚！让我们拍手，然后可以跟在手上。让我们持续拍手，用这首歌来敬拜我们的神。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我们要靠着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为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你是我喜乐泉源，你是我欢欣跳跃，你是我自由飞翔，不再被罪恶捆绑，你是我永生盼望，你爱有无比力量，从今世直到永远，你应许不会改变，你的宝血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
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这里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我们要高举，我们要高举你生命，你配得所有最大的赞美。我们要用全心和全意来敬拜你。我们要欢迎你来临，愿你来设立宝座在这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哈利路亚！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主啊，我们现在用着我们纯洁的心来到你面前。主啊，你是我们的渴慕。主，在这个疫情严峻的状态当中，主，我们知道你赐给我们力量。主，我们知道不论我们在哪里，主，你都让我们能够来用任何的方式来敬拜你。主啊，孩子们，先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有智慧，让我们能够透过许多的方式来敬拜你。我们这时用这首歌一同来敬拜你。孩子们，现在感谢祷告奉靠着名求，阿门。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让我们从头再来唱。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谨记你的话语，好让罪不可进入，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到你的喜悦，让这心香的敬拜只升到你面前。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谨记你的话语，谨记你的话语，好让罪不可进入，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到你的喜悦，让这心香的敬拜只升到你面前。谨记你的话语，
你是慈爱，你是怜悯，你是信实，你是公义的主。主啊，在这个时候的台湾，主你看见许许多多正在求救、正在呼喊、正在祷告、正在无奈。主啊，你是信实有怜悯的神，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透过你的百姓，要向人分享你的福音。主，但我们真是要说，我们是软弱的人。主啊，我们是有限的人，我们或许就正在那样无奈的感受里面，我们或许就正在求救的那样呼求里面。主，我们真是要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需要你，我们的心需要主你的信实，我们的心需要主你的怜悯，不仅是怜悯我们，更是主啊，让我们有一个怜悯的心。主啊，唯有你才能让人得着那完全的救恩、完全的慈爱和怜悯。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为今天的这场礼拜向你祷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预备好我们的心，要来到你的面前。即使我们现在正在手机的面前，即使我们现在正在电脑的面前，即使我们现在正在讯号不好的时候，主啊，你都在，主你都在，因为主你自己用你的话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主，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不就是我们自己的隐秘处吗？主，你说要叫我们在这时候得着从你来的智慧，因为我们的心敬畏你，我们的心渴慕你，我们的心转向你。谢谢你预备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今天很开心的，我们用第一次的方式，就是我们同时有直播，然后同时呢，我们弟兄姐妹在这个时候看直播的，我们也给他一个 Google Meet 的邀请码，那他可以进入然后跟我们一起线上，但是是实体的礼拜。所以在今天你会发现我们的礼拜有一些不一样哦。我们礼拜要预备心，虽然很不好意思，因为系统的一些关系，我们第一次设定的处理的没有很完备，所以这个礼拜呢，在前10分钟我们有放一个影片哦，比较晚开始，跟你们说声抱歉。不过也邀请大家，既然我们要来这样线上的实体礼拜呢，我就要邀请你穿戴整齐，预备好心，然后你可以在聚会开始的10分钟当你只要拿到这个我们的邀请码的时候，你就可以先进来，然后我们预备时间，然后预备心，一起要来礼拜。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报告。在消息要报告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看现在你荧幕里面应该是 PPT 的画面。第一个呢是我们持续的在跟这个疫情的防疫的这个阶段，然后我们所有的礼拜都是改成线上。那线上的时间呢，就是在这上面都有。那请大家关注，特别如果你是参加今天晚上的呢，是6点开始，不过你可以5点半或是5点40，你就开始预备进入到网络当中，跟我们一起来礼拜。那也邀请你呢，如果我们在荧幕画面里面会邀请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祷告，我们一起赞美，我们一起拍手，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因为这是线上的实体礼拜。那接下来的防疫公告呢，在6月14号之前呢，所有的活动都是暂停跟延期的因为我们要配合这个全国的这个防疫。那也呼吁弟兄姐妹，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不要出门，然后也不要来教会。那如果你有来到教会的话，你就需要用这个简讯的实联制。那现在用这个方式很方便，传个简讯就可以落实这个简讯的实联制。那接下来呢，我们在明天的下午1点呢，迦南教会也要开第一次的线上长执会。
那我们会用线上的方式来召开，所以也邀请大家哦，就是如果你是长老执事或我们的同工的，我们调整的方式在这个 PPT 上面，然后请大家看 PPT， 然后各部如果你有需要补充报告的，那就请你不要超过3分钟这样。那我们会用线上截图和线上留言的方式作为我们的出席记录，所以这是正式的长执会，所以请大家务必，如果你不能出席，你一定要请假，不能线上出席。好，那如果你可以出席的话，就是邀请大家，我们就是预备好心，预备好我们的器材，预备好我们的网络，我们一起来线上的长执会。那这边特别提到不便来教会，你可以透过教会账号进行线上奉献。教会需要你的支持，需要你的参与，也需要你的奉献。很多人会问说，我现在就是也不能出门啊，我都在家里，那我要怎么样支持线上的事工呢？因为所有的服事，室内不能超过5个人嘛，所以很多服事好像都停掉。不过你可以透过实际的行动，就是透过奉献来支持教会。在这上面有奉献的账号，你可以用划拨的或转账的。那如果你划拨转账之后呢，你要记得就是要通知教会你是谁奉献的金额这样，那或是有什么特别的项目，你也可以提出来这样子。那这个是有关奉献的部分。那教会呢，因为在预备这个线上的礼拜，所以我们其实也用了很多的方式，用了很多的方法资源，我们正在进行这些的配置跟更新。所以我们也希望呢，邀请弟兄姐妹一起来支持这样的事工。然后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报告的是，青年牧区呢，我们在嘉青的 IG， 就是嘉南青年的 IG 呢，我们里面有开2个在这个疫情期间里面的节目，一个是礼拜天，就是我有世谦牧师欠说晚安，然后邀请大家晚上9点的时候一起来说晚安，然后我们就可以下去，没有，我们会有一些活动啦。那另外一个的话是礼拜4的时间呢，就是也是晚上的9点，那不定期会有上线，就是我们会有加薪来加供，所以意思就很简单，就是你是嘉南的弟兄姐妹呢，我们会邀你上来一起聊天。那这是2个我们在疫情期间开的一个节目，那请大家关注。如果你还没有 IG， 你可以下载 IG。那如果你已经有 IG 账号，请你可以加我们的 CNGH49 的嘉青的 IG 账号，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会发现到上面很好玩哦，一起来参与在这些活动里面，也让我们在线上的时候可以更多凝聚的时间。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青年牧区的许多活动呢，也都是延期跟暂停的。那也可以关注我们 Passion Star 2021的这个 IG 账号，这是青年为了青年的营会还有相关的一些学员，然后我们办的一个账号。那上面会不定期更新，那在疫情当中也会有一些分享这样子。那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周3的祷告聚集呢，我们是改成线上的直播，那时间是晚上的8点到晚上的9点半，晚上的8点到9点半，邀请如果你想要学习怎么样来祷告的弟兄姐妹，可以一起在这当中来一起祷告，或者是你希望为现在台湾的情况来祷告，可是你需要伙伴的，你也可以参与在这其中。那社区事工，我们社区事工的部分呢，德福或者是松大也一样是依照就是我们市府规定，我们国家规定呢，也是延长先暂停到6月14，然后看疫情的情况，我们再来公布是不是有这个恢复或是补课这样子。那肢体消息的部分呢，第一组陈丽珍姐妹就是洪登渊弟兄的太太，她的母亲呢。蒋景云老夫人，陈丽珍姐妹的母亲蒋景云老夫人呢，在这个5月26号礼拜3的时候，辞世，享年85岁。那在6月6号，他们会在南投那里，南投的民间来这个火化，所以我们也要为他们来祷告，愿神安慰的灵与遗族同在。这就是我们今天报告的部分。那我们在要那个分享今天的经文之前呢，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金句，在雅各书3章第10节。雅各书3章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请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
雅各书3章10节，我们再一次我们一起来读，请。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雅各书3章10节。好，我们在今天的礼拜呢，要进入到我们的信息的分享。那因为我们今天是线上实体第一次嘛，我想说，其实大家现在看不到，我现在前面是有你们在这个 Google Meet 上面的画面。那有一些人他是用语音，有些人是用那个就是直接是视讯这样。那可能视讯的过程有时候会影响到那个讯号，所以你就可以转成是用语音的方式。但记得要关掉你的麦克风，才不会一直回溯之类的。那我想要看一下呢，我们线上现在有哪一些人，我们可不可以帮我按一下那个，就是帮我按一下那个清单的部分，让我知道一下。我现在看我们在这个网络上面应该最少也有20个人以上哦。就是大家一起在这个上面做实体的礼拜，那邀请大家穿戴整齐，然后也请你已经吃饱饭，然后在这当中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那很开心，我觉得今天呢，我们又是一个新的突破。虽然我们的环境有很多的限制，但是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智慧，让我们知道在这个时候怎么样持续的来建造教会，持续的来凝聚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在现场呢，其实有牧师呢，也有我们的主领 vocal， 还有一位我们的钢琴。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服事的配置哦。那邀请大家，我们既然是线上实体的礼拜呢，就可以有多一点的互动。那我等下最后会来预告一下哈，我们下礼拜会有一些小活动。那在这个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要邀请大家，你预备好了吗？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哦。今天的圣经呢，在雅各书的3章1到12节，不论你是在现场，还是你在这个实体里这个 Google Meet 里面，我邀请你都翻开你的圣经，我们要一起预备来读这个圣经。你预备好了吗？你可以划开你的，可能不一定划手，纸本圣经这时候就很重要，把它拿出来。新约雅各书3章1到12节，新约雅各书3章1到12节。这段经文呢，我相信最近你一定会觉得受用无穷哦。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雅各书3章1到12节，雅各书3章1到12节，请。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可以吗？大家继续一起来念哦，请哦。第2节，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有跟上吗？我们要继续咯。我们若把交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这样，舌头在百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是吗？我们最近看新闻，好像越来越有这种，好像是在讲最近的感觉哦。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百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从地狱里点的哦，这个火不是在哪里随便乱点，开瓦斯炉点的哦，是从地狱里点的。各类的走兽、飞行、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已经被人制服了，唯独舌头没有人能制服，是不止息的恶物，满了害死人的毒气。你有这样觉得吗？最近，特别在最近的一些事件当中，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继续，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吗？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的弟兄们，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咸水里也不能发出甜水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省口罩。什么样的口罩最省？现在每一个人，你出门一定要戴口罩。出门没有戴口罩呢，最高会罚1.5万。如果你自己开车，自驾开车，像我今天是开车，因为下雨，感谢主下雨，我开车来教会，这样算不算出门？要不要戴口罩？自己开车的时候，就最近我们看到这些消息出来之后，就有人讲说，那我开车是不是也要戴安全帽？那我干脆我洗澡也来戴口罩好了。指挥中心呢就紧急的灭火，就说哦没有，车内2人以上要戴口罩，因为他们认为是不是有点防疫过当，就引起了很多的骂声。看来出门要戴口罩，在家里也要戴口罩，为什么？有可能有几个原因哦，这是刚刚讲的这个不戴口罩开罚。为什么呢？因为在家你可能会骂人。甚至你在家的时候，你用电脑的时候，你可能都会反串，然后乱传货，这样子，就像这个新闻讲到的这个人，或者是你在家为什么要戴口罩？有可能你会管不住自己的嘴巴，不是疫情害了你，可能是因为疫情之后你反而一直吃，就没办法继续168断食，你没有办法继续瘦下去，或是不小心就继续胖下去。看来我们在家跟在外面好像都要戴口罩。我想今天的这段经文特别就是讲到跟我们的口有关系。不论你现在是在线上还是你现在在现场，我们要明白上帝创造我们这个口、这张嘴巴，好，或者舌头的意义，或是察觉人们使用口，在这当中我们是不是有一些需要被提醒，需要更多的来注意，或是上帝其实要透过你的口做一些特别的事。我们一起来看，在今天的这个经文里面呢，如果我们用到现在的这个情况来说，口罩可以罩住你。这边有4种那个戴口罩错误的方法，所以有些人他戴口罩，虽然他戴，但是他其实反而妨碍到别人了。有人就是不想要好好戴口罩，有些人就是戴不住，有些人就觉得好恐怖好恐怖，那我戴2层好了，3层好了。或许口罩可以防得了我们现在在面对的这个疫情这个病毒，然而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有一些事情是罩不住的。什么是罩不住的呢？第一个，我们就讲到口，就要来聊一下，我们罩得住什么，又罩不住什么呢？入口跟出口，每一个人呢，每一天都有入口跟出口。像戴口罩，如果你在上面看到那个这个 PPT 的图，从我现在这边看过去那个比较远 PPT， 因为我前面还有光，所以看得不是很清楚。可是你从上面这4个小图，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有戴口罩跟没有戴口罩，有生病跟没有生病的人，其实它都带来某一些效果。如果我们都戴口罩的话，即使有人他是可能疑似确诊，或是他是确诊者，因着我们有戴口罩，有做好的消毒，我们都可以把这样染疫的几率降到可能性的最低。然而当然不是说这样就不会，然而是有戴口罩就有这样的一个帮助。而我们在认识这个疫情的它的传染途径的时候，其实我们都知道说，这病毒其实都透过飞沫跟接触传染。所以戴口罩之外，你可能摸东西，然后之后可能拿掉口罩吃东西，或者是怎么样，就是在这个清洁跟卫生当中呢，就是要特别的去注意，让我们可以在这件事情上面降到最低。或许我们病毒可以透过这个口罩来有效的防疫。然而，我们可能罩得住的是这个传染的阻断这传染的途径。但是有一个事情是，即使我们戴着口罩，也不一定罩得住的，就是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讲到的舌头。
在今天这段经文的第1节呢，邀请大家，如果你在荧幕前面一起来念哦，请。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雅各书就提醒到，在当时读这个书信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想要成为别人的师傅，如果你想要成为别人的老师，如果你想要教导别人什么，或是影响别人什么的人，你要小心了。因为我们可能要受到更严重、严厉的判断。谁来判断我们？就其实就在讲是神来判断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就讲到说，我们一起来读好吗？请。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我们若把交环放在马嘴里，叫他顺服，就能调动他的全身。看哪，船只虽然甚大，又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转动。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呢，一开始就讲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器官，这个器官呢就是舌头。其实舌头呢，在物理性上面来说呢，它是一个接受酸甜苦咸的器官，它是一个接受的感官，就是接收的感官。你会吃东西吃出来它是苦的，吃出来它是咸的，你吃出来它是酸的。但是在这段经文里面，也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舌头它还有另外一个表达性的意思，就是它就是语言的意思。如果我们用英文 language 来讲的话，它的拉丁文的意思其实就是舌头的意思。所以当这里在讲到说，要小心我们的这个舌头，舌头能够掌握，就像一个船那么大的船，它用它的舵就可以掌握整只船的动向。我们的舌头也是如此。所以很常我们在华人的社会里面，我们会听到，譬如说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啊，这种就是非常对，就是这样。所以一定要戴口罩，因为病会从口进去，那祸会从口出来。为什么会从口出来呢？因为我们可能很常会说错话，我们可能很常会我怎么会那样讲我怎么没有讲我怎么乱讲？而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呢，我想我们每一个人看到一句话，病从口入，祸从口出，你不会太意外的，因为现在在台湾有很多人正在疑似确诊，每天几百例在那里跑的原因，就是因为祸从口出了。这个祸是怎么开始的呢？其实大家都知道，从人与人的连结开始的。人与人的连结，如果你的里面带着这个病毒，我们现在所知道就是这个新冠疫情的这个病毒，它可以人传人。然而还有另外一种病毒，或许你现在正在经历中，也或许你现在心里就正在这样想，就是最新冠状病毒。什么样最新冠状病毒？就是我们的心里面有很多不合神心意的、得罪神的、不认识神的，可能有各种的原因。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关系当中呢，我们透过病毒的这个传染方式，我们就知道说，人会继续传下去。但是其实我们所说出的话，我们内心的思想，我们给人家的情绪跟感受，其实它也可能是会一直延续性的。我最近就有看到一个网红，他就讲说，你知道吗？其实不管你叫他武汉肺炎，还是叫他新冠病毒，不管你叫他哪一个，其实它都是中性的。可是呢，因为人的情绪、人的恐慌、人的恐惧，把这件事情，它开始让人家有感受了。病毒本身是没有感受，可是是因为病毒之后，人有感受，而人就传染给人这样的感受。你想要传染给人家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今天会讲到3种，在我们当中比病毒还毒的人，你要小心了。第一种就是批判者，长期批判者，出现一个东西，他就讲出他超厉害，就是他很会找到这件事情里面的一些，这样吗？鸡蛋里面挑石头吗？还是说
在每一个事情里面，他永远都可以看到那个可以让他讲的事情，可以让他批判的事情。我来举一个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例子，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就是在摩西要领这些百姓出埃及之后，他们进入到哪里？他们原本是要前往迦南地，但因为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要进入到这个旷野里面，要前往迦南地。而在这一路上呢，其实原本的距离不用那么久的，但是在这一路上呢，40年的期间呢，我们听到了非常多的抱怨，不断的抱怨。没有水的时候就抱怨没有水，没有电的时候就抱怨没有电。哦，现在终于下雨了，然后还说下这么一点点，什么帮助呢？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他总是让你发现人生最负面的状态，他可以提供你各种让你觉得我好像活着没什么意思的，要小心了。这样的人，或许他会让你没有办法进入上帝的应许里面。而第二个，讲到口，你会想到什么？现在在整个群体当中，你是防疫的窗口，还是防疫的破口？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我们继续来读。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看哪，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其实地狱在原文的意思是那个就是城外他们专门在烧垃圾叫新嫩子谷的地方。为什么说那也是地狱呢？因为那边每一天都在烧垃圾，所以有那个火。你会希望你自己的任何事情、语言、思想，就像垃圾堆一样，放在那个地方，然后从那边烧出来吗？绝对不会这样想吧。然而，我们在我们生活当中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在一个群体里面，我们要来表达一件事情，我们接收到一个资讯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判断，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表达呢？有一个黑人的这个，我最近看到一个网络上贴文，我觉得很棒，是一个很好的影响力。他说，有一个黑人计程车司机，他载了一对白人的母子，然后这个白人的母子一上车之后，这小孩就跟他妈妈说，为什么这个人的肤色跟我们不一样？这时候你会怎么回答？如果你有看过这个贴文的话，这个妈妈回答这个小孩说，哦，因为这个世上有很多不同颜色皮肤的人，而我们是其中的一种。因为上帝要让这个世界变得缤纷起来，所以他创造了不同颜色的人。然后开，就是坐这台计程车到了目的地之后，这黑人在他们要下车之前就坚持不收他们的钱，1毛都不收。这个母亲觉得很奇怪，她说：“你干嘛不收这个钱？”他回答这个母亲说：“他说小时候我也问过一样的问题，我也问我妈妈说为什么我是黑的。可是那时候我妈妈回答我说，我们注定是黑人，我们注定低人一等。你是窗口还是破口？你是带给人生命有希望，还是带给人生命走进绝望？其实就在我们的话语当中。你以为我们的口，这个舌头，只有影响我们自己的生命吗？其实不是。透过我们每一天传递的讯息，我们每一天跟人分享的，我们每一天做的事情，其实你都正在影响你身边的人。而这个病毒也是如此。透过你正在家里在家防疫，你好像觉得你没做什么，但你就在终止了这个疫情的继续延伸。那这时候在家里，它其实并不是一种咒诅，我好像被关在这里面。或许它是另外一种祝福，让你去想，你可以怎么去活在这个时候。我刚刚说有毒有3种人，其中的第2种，就在这个里面，就是我说到的控制狂。为什么说是控制狂呢？因为它背后都有一个一样的原理，就是它利用你心里面的恐惧，
来引导你走他要你走的路。如果那个是地狱的火生出来，然后他要引导你走，你要去走吗？其实大家都说不要不要不要。可是实际上我们在看到这些新闻，在看到媒体的报道的时候，我们是用我们的口去止住这些纷争，还是我们是创造这些分裂？其实在的透过今天的经文，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可是你会想说，哦，对，世界牧师你说的对，但是我其实也想不到什么话可以来帮别人呢。我也没有想到，我可能连我自己都觉得，这时候好像除了耍废之外，我不知道能干嘛。我会继续讲下去，你会渐渐会听到一些，或许今天圣灵透过这篇道要跟你说的话。而第三个讲到的是，我们是祸口，还是这个伤口？其实，在一件事情的发生，譬如说病毒的这个传染、传递，或是台湾的现况，我们都可以看见，在这件事情的背后，为什么一个人一定要去阿公店？为什么一个人他一定要出去买菜？为什么这个人他必须要去到一些场所跟地方？我想每一个人做一件事情，都一定有他背后重要的原因。对他来说重要的原因，不一定对你来说重要。但是在这些重要的原因背后，我们看见的是这个人他是祸口，还是看见他生命中的伤口？若是我们看见的是他生命中的伤口，今天神要透过你来带领他认识神。在今天的经文当中继续讲到，各类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也都已经被人制服，唯独有一个没有办法人被制服的，就是舌头。而且他在这里形容的很传神嘛，也不一定，因为搞不好也看不懂，对不对？是不止息的恶物，就是每天起来要一直讲话，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其实为什么在这边讲到满了害死人的毒气呢？其实讲到这种很会讲话，然后会引导你，然后很会告诉你说你要干嘛，就始祖呢，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创世纪里面非常厉害的这位。我们说这上面写蛇啦，但有翻译写撒旦。耶和华他创造之后呢，就是在这当中所有的创造物里面，有一根舌头最厉害，就是这个蛇。然后他呢就告诉这个女人说：“这个上帝说不许你们吃这个园中所有的果子。”然后女人说：“对，因为园中果子都可以吃，但是就是那一棵树，我跟着你讲，就有一棵树不能吃。”然后上帝说：“你们吃。”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这时候厉害的来了，他告诉你一件事情，特别在这个世代里面，他告诉你一件事情，你不要出门哦，出门会很多，不要去那个地方哦。啊，不一定啦，他是昨天那边有确诊的，今天没有啊，你还是可以去啊，不一定啊。而且他还告诉你一个很棒的地方，除了你不一定死之外，他还会给你一点甜头，就是告诉你说，如果你吃的时候你眼睛就明亮，然后你就可以像神一样知道善恶。这时候你要吃还是不要吃？通常呢，在这样子不见得死，不一定临到你，不确定会死。我是把英文的译本，然后还有那个不同译本，它表达的那个意思。不一定死，它有很多的翻译，不见得死，或者死不一定临到你，不确定会死，它就是这样告诉你。通常我们在一件事情里面呢，如果这件事情是你的需要，你的想要，它告诉你一个不确定的坏处，然后加上一个立即的好处，人可能就会马上就去了。但是在这里，牧师要问的问题是说，我们在分辨善恶跟有没有生命的这个放在可能天平或拿来称的时候，能够分辨善恶跟有没有生命哪一个是最主要？我想在现在疫情的当下，分辨善恶搞不好不一定是最重要的，对一些很在乎生命的人来说，但可能分辨善恶这件事情，他觉得胜过生命也有可能。但是我们都知道，在这段经文脉络里面，很重要的是，
他们的生命是从神来的。没有任何人，即使你不能分辨善恶，生命都还是最基础的吧。然而，我们面对到生活当中的那些事情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呢？其实，在这个萨提尔他们这个就是心理这个理论里面，他们讲到这个冰山理论的时候，就有说到，这个老师他说，我常常会觉得人类痛苦的一个源头，就是因为自己对自己的谎言，而这个谎言大部分的时候不是故意生出来的，而是为了当下他需要的生存，可能是在人际当中，可能是在经济上面，可能是在你现在的生活里面，为了生存而发展的。而在这个过往里面，特别是你们的负面经验，我们的负面经验，我们会去创造一个又一个的谎言。所以你看到那个冰山表面上发生的事情，它里面更深层的是什么？所以当你说出一个话了，有些人很喜欢讲干话，有些人喜欢讲脏话，有些人很喜欢讲某一些类型的话，其实他正在表达他生命里面的需要，不管他承不承认。所以弟兄姐妹，上帝创造我们的口，其实也透过我们的口表达了我们的伤口。你不是祸口，或许你只是还不认识有一位可以医治你伤口的神。所以第三种有毒的人就是这样的人，他会诱惑你，告诉你说你现在做的这件事情它不一定有坏处哦，但是它可能有立即的好处哦。譬如说你可以感觉变轻松，我知道你压力很大。譬如说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打发很多时间，不一定有坏处，但它可能有立即对你来说你需要的好处。那我们就要去思考，这到底是不是有毒的？戴了口罩，防止了疫情病毒。然而人的心里面的那个口罩，谁来帮我们保守？谁来帮我们戴上？谁让我们的心有依靠？谁让我们的心能够在神的里面活得健康？如果你是一个有伤口的人，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再次的来读第1节的经文。请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在第1节里面，雅各书就提到这些人不要随便当别人的老师或师傅，因为当他们在传讲这些话语，在分享这些讯息，在这边教导的时候，或许你是在引导他走一条通向死亡的路，或许你是在引导他走一条更无知的道路。所以其实在圣经里面其实讲到很多跟话语有关的事情的时候，都叫我们说要谨言慎行。而我自己这边特别有提到，没有任何人他是在言语上没有过失，如果他可以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就讲到说，其实每个人他都很常会讲错话，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心也很多时候是偏离神的，偏离那个真理，或是根本不认识真理的。所以我牧师最喜欢的那个经文就在这里哦，就是我们很常被这一个经文来提醒哦。其实你最需要保守的是你的心。其实它的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像我们现在去解释，就是你的脑要去保守你的思想、意志、情感，你的 mind 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你一生所有的果效都是从这里开始的。当讲完这段话之后，下一节才更精彩。第一件事情竟然是不是说你要去读书很认真怎样，是你要先除掉邪僻的口，要先管理你所说的话。话语包括肢体的语言，可能包括你的口语的语言、文字的语言、网络媒体的语言、画面的语言，所有的表达，
要保守你的心，第一件要做的事，竟然是管理自己的口，经营自己所讲的话。感谢神，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得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回应神的恩典。如果你刚好在最近你觉得你是那个我讲错话，我不知道讲什么，或者是我们每次都词穷，牧师要跟你分享一个人，这个人他呢叫做大卫，他写了很多的诗篇，而诗篇里面的这一篇呢，大家可以来猜猜看，他是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写的？你心里面可能也开始在想他的那个人生的特殊事件。他写这一篇的时候，在上面的小标题上面写，是当大卫他跟拔示巴发生婚外情之后，先知来告诉他他得罪神，他立刻悔改的祷告。他在立刻悔改的祷告里面，这是一个祷告，诗篇我们也知道它是拿来唱的，它可能也是一个敬拜。在这一段祷告里面，他做的悔改，第一件事情就是他向上帝来说话。你看说话多么的有影响力，多么的重要。而他第一件事情就是他透过他的祷告，他向上帝悔改。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重新让我里面有正直的灵。因为他知道他的心里面还有那个不合神心意、不属神的地方，甚至大家明眼都看得出来，因为他已经做了这样的事。话语可以显出一个人的状态，不管你多么谨言慎行，因为一个人他的话语很多就是表达他的内心，你没有办法讲那些你里面根本没有的话，就算你讲了，你也会觉得很虚。所以我们的话语真的是因着有神，我们被他医治；因着有神，我们被他安慰；也因着有神，当你正在那个觉得很可怕，对牧师，你跟我们说不要去跟人家分享那个不好的话，可是我心里面就是压力很大，我心里面就是一直就觉得很想骂脏话，我心里面很多很想要在那边讲的事情，那我要怎么办？就是向上帝祷告吧，因为这位上帝他不会被你带坏，而是他会来带你，他会来救你，他会来爱你，他会来帮助你，他会来引导你。你就来到上帝面前大哭吧，大叫吧，大吼吧，大骂吧。这位上帝他愿意接住。在这几天以赛亚书也一直都在讲这样的事情。那接着你可能会问我说，牧师，对啊，我可以在我自己生命当中去做好像这样的事情，可是我眼睁睁的看着我们现在的环境就是到处是破口嘛。对啊，可能台北市、新北市的疫情有被控制住，可是其他县市的疫情好像那个笋子这样冒出来，哎，怎么办？怎么办？在这里，牧师跟大家分享，在今天经文里面，破口有神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引导我们知道怎么来防疫。在今天经文里面有3个画面，我觉得这3个画面实在是太棒了，因为非常简单但清楚的告诉我们只要把那最重要的交给神，他就能够引领我们的方向。一个马，它要透过它的脚环，那个骑马人都知道，只要去运用这个，你很会运用，这只马一定会照着你的方式去跑。如果一个船透过这个船舵，它往右边转，整艘船就要往右边转；它往左边转，整艘船就要往左边转。我讲的就是那个带领的方向，不是实际的用法。那个火也是啊，当它一点下去，只要它的环境符合那样的情况的时候，它要怎么烧都可以啊，烧，火烧山继续烧下去。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比喻跟表达，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在这3个东西里面，都要有一个起初的掌舵者，可能是骑马的那个人，可能是开船的那个人，甚至可能是点火那个人。你让谁来做这件事情？你的生命，你的口，你让谁来掌管这件事情？讲难听的话，讲不好的话，讲随便乱讲的话，讲骂人的话都很容易。可是要讲一句带领人的生命到神面前的话，我想这是每一个人一生的功课。而这样的破口，我们需要让上帝来带领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也有一个比喻说，我们的舌头就是火，能够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而且这个火是从地狱里点起来的。他在这里讲说，生命的轮子其实就很像那个生命一直在走，像那个车一直在走一样。他讲的是，其实原来意思就是说，舌头就是那个生命的火，可以把生命的轮子，可以把你人一生的旅程带出来，透过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表达，透过你的影响力，你的一生就在这当中被带领出来。那你要让谁来带呢？你要让谁来掌管？所以在雅各书的后面就有讲到，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一个群体他们面对破口的时候要做什么事？第一件事情是要彼此认罪。为什么要彼此认罪？一定是我也有破口，你有破口，可能那里有破口，所以我们才会破成这样嘛，对不对？那我们就要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你说只有我们现在我们自己教会，不只是在我们自己教会啊，从我们先开始嘛，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使我们可以得着医治。因为义人祈祷所发的力量是大有功效，这是上帝自己应许的话，不是我自己在讲的。如果你相信，我们就要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透过我们生命的表达，透过我们现在在做，不管是线上的礼拜这些活动，有人问我说，不是我们要来做这个线上的节目，怎么去做呢？我们到底要带出什么样的目的跟效果？我想了很久，可能可以做很多的效果，很多的方式，但我最后就只有告诉他说，你就透过这个节目把人带到神面前吧。我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很遥不可及、不太具体的提醒，但是我其实在讲的是，你要先回到你的心，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你现在为什么会做这样的事？你做这样的事，你为了什么？而我们的生命，当我们愿意把那个最重要的位置交给上帝，就是可能是我们的口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上帝要使用这个来成为众人的祝福、众人的帮助。所以在以赛亚书里面，应该是昨天的经文吧，还是今天的经文？凡是尊重上主、听从他仆人教训的，纵使走在黑暗中，仍将信靠上帝，依赖上帝。这是在做一种比喻，表达一个是尊重上主，一个是没有尊重上主的。神对这样的人，他有很清楚的方向性，透过经文我们就会知道。而当团体的破口被堵起来的时候，我想我们现在大家也都在等这件事。台湾的出口未来在哪里？我们现在面对疫情，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往前走？出口有神来帮助，有神注意。在最近我们读的这个听的这个迦南之声，读在家会主或是读这些经文的时候，在今天的经文就提到，我们一起来念：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我们要怎么样让神来帮助呢？不管是我个人还是我们这个群体，其实就是要有受教者的心。你是一个好的受教者吗？好的受教者他会怎么样来行动呢？
对他的口来说，我找了3个跟话语相关的智慧箴言，在箴言12章、15章、16章都讲到，一个好的话语，一个好的表达，它会带来的是让人的心得着医治，让人的心得着欢乐，让人的心能够纯净，可以去除那些杂质，让你知道那个当走的路，让你知道你可以在现在这情况当中能够喜乐。而一个受教者，他的耳朵是一个会听上帝话语的耳朵。我觉得最近很妙的是，当我们推出这个 Podcast 迦南之声，每一天的经文，甚至你去发现一下我们每一个礼拜在讲的经文，其实这是很早就已经定好的经文，甚至主题。可是神很妙，我们真的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但我们在预备的时候，神已经透过我们的预备，在告诉我们未来要发生的事，现在要发生的事。我们现在就在经历我们之前的预备，然后现在就发生，我们能够来回应，不是我们自己知道这样做那样做什么的，而是神真的在这当中去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你每一天的读经都非常重要，因为那一天一定有神要对你说的话。你每一天，每一个礼拜的礼拜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你跟上帝会遇的时间。上帝透过他的仆人，透过他所兴起的教会，让每一个人可以来听上帝的话，可以在上帝的话语当中来默想。我们是一个受教者吗？我们是一个愿意听、愿意说，而且是从神领受来去回应的人吗？在疫情当中呢，我想这个人可能有些人都认识，他叫做 Edward Jenner， 这个人就是免疫学之父，也就是这位我们说用找到牛痘，然后去治疗天花，让这个全世界唯一一个传染病是完全被克服的事情发生的始祖。这位 Edward 呢，他是一个医生，但有些人可能也知道他是牧师的儿子。他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小时候呢很喜欢这些户外的环境。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当时每一个人都希望可以去英国伦敦在这个英国里面，英国人去伦敦当医生，那是一个最好的出路。然而他看到了这些很需要的人，他觉得他要去乡下，也因为这样，他跟他的女友就分手，因为他女友说你要到都市里去当医生，你怎么可以到乡下去当医生，这么没前途？就是他去乡下当医生。没想到在乡下当医生的过程当中，就透过一个在挤牛奶的女工，他发现，跟他对话的时候，他们得过牛痘的竟然不会种天花，天花对他们好像没有太大的影响力。于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去研究出了用牛痘来去治疗，就是来当这个抗体来对抗天花，就没想到。在他我找到疫苗了，这样子去跟大家分享好消息的时候，大家没在给你信道啊，都说他乱弄啊，骂声不断啊，甚至有人说种这牛痘会长牛角啊。虽然我们现在会觉得很荒谬，不过在那时候就真的就真的是这样。然而他知道他在走什么样的道路，持续的研究，甚至他的太太。本来是一个贵族，把他的钱都用在这样的事情上面，自己出书，自己到处去研讨会、宣传讲座，后来才慢慢的被接受。可是，在那个接受之前呢，是怎样？是一堆叫骂。或许就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可能也是那里面叫骂、冷眼相看，或者是在那里耍废，就让他这样吧，我们有没有办法？
然而上帝却让我们看到，透过这个人他所做的，祝福了在那个世代，甚至后来的世代。18世纪末，这件事情开始得到了医治跟治疗，一直到1980年代，联合国宣布这个天花病毒再也没有办法攻击人类，因为每个人都可以赢过它，它不存在。或许我们现在就在这样的一个当下，有很多时候我们不太知道疫情的尽头在哪里。不过我们透过今天这段话语的学习，邀请弟兄姐妹，上帝创造你的口舌，他对你一定有在你的群体里面，甚至你的心意里面，你自己的生命里面有很大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实要承认，我们很多的时候，不论我们说，或是我们没有说，我们可能都已经得罪了人，得罪了神。我们真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缺乏。然而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来接受上帝应许他要拯救跟帮助我们。你可能会说，我现在的信心很小，我没有办法想象。所以我们更需要从上帝来的话语来支持跟帮助我们。我们更需要在这个群体当中一起连接起来，互相认罪，互相代求，因为一人所祷告的是大有功效的。上帝透过我们这个群体，你可能觉得在线上很寂寞，我其实在这边一直坐着听也是很累。那我邀请你，在这时候，好不好？我们站立起来。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站立起来。如果你是主日华语的弟兄姐妹，我也要邀请你在这个时候站立起来。我们一起要用这首歌成为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敬拜，成为我们的呼求，让上帝来掌管我们的心，整理我们的心，医治我们的心。我们一起用这首歌来敬拜。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纯洁的心，这是我渴慕，一颗心跟随着你的心，谨记你的话语，谨记你的话语，好让罪不可侵入，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一颗怜悯的心，得到你的喜悦，让这心香的敬拜只升到你面前。我们一起在这个时候邀请大家为台湾的疫情来祷告，为你的心来祷告。纯洁的心不是我们原来就有，而是上帝所赐。或许我们有，但是我们看见神的话语，我们才更能知道我们有没有。我们要开口为台湾的疫情来祷告，
为现在的医疗来祷告，为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些环境来祷告。可能每个人都不一样，没关系，你就为你所看到的景象开口来祷告，开口来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认罪，求神来帮助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我们需要有从神来的智慧，叫我们一起来防疫，一起来抗疫，开口来祷告。所以说，我们需要你，我们在这个时候要再次说，我们需要你，主，我们需要你从你来的心意，我们需要从你来的怜悯。我们需要从你来的公义，好让我们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知道如何来回应我们所听见的这些让人害怕的信息，这些让人觉得担心忧虑的新闻。主啊，我们恳求主你教导我们走到当中的道路，让我们知道如何在这个时候来回应。恳求主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这个防疫的期间，我们更是要举起那祷告的手，为台湾来祷告，为我们国家的每一个防疫的医护人员来祷告。那在每一个地方的医院，在每一个地方的这些弟兄姐妹，抓你亲自帮助他们，让他们在这样的情况当中仍然有平安。也教导我们的执政掌权的团队，让他们有从你来的智慧，知道如何来面对现在的情况。主啊，有从你来的部署，主啊，你的部署是最完备的。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你的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牧师也要为你们来祷告，为你们来祝福。爱我们的阿爸父，你应许要拯救我们。主啊，你要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有一颗敬畏神的心。主，你应许你要拯救我们。主，我们相信你的应许，即使在现在看似人人在那黑暗当中，但主你却说，敬畏你的人必要走在那光明当中，因为你要赐下那永远的光来光照我们。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谢谢你。主，我们也要为我们身边的人来祷告。主啊，你除去他们的惧怕，除去他们的忧虑，让他们用你的话，以你的话为粮，成为他们的滋养跟帮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一起来领受从上帝来的赐福。愿阿爸天父你永远的慈爱，你的公义临到台湾这块土地。愿耶稣基督的救恩叫我们有信心、有爱心、有耐心，在这个防疫的过程当中。愿圣灵的感动天天赏赐给我们有从你来的智慧跟创意，叫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中能够活出得胜的生活，有创意的生活，使我们能喜乐的生活，带给人生命有注意的生活，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赞美我们的神。感谢，全心赞美，进入你的园，全心颂赞，献上慰藉，是最纯的果子，在你里面一无挂虑，喜乐满溢，常常感谢，不住祷告，盼望参与你，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在你的中一日生活在世上牵引，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欢呼声涌，我要全心赞美，我要全心赞美，跳舞颂扬你名，在你的中一日生活在世牵引，我要全心赞美，赞美还要赞美不停，一人同力
话语，成为我们的帮助，使用我们的口来成为众人的祝福。愿上帝赐福你。我们今天礼拜